他怎么老看你？有吗？双某眼里只有花花，旁人倒是没工夫注意。堂下何人？刘大人，昨日是您入石府提审小女子的，怎会不知我是何人？石小姐，今日所审之案、所问之事，你可都清楚知晓？知晓。那颗南珠是否是石小姐之物？是我的，不过几日前便已丢了。丢了？丢在何处？伯爷，你也希望小女子在这里说出来吗？请石小姐直言不讳。那颗南珠，乃小女子绣鞋上之物。日前，小女子前往城西小树林，不慎遗失在那里。你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去树林做什么？自然是去赴约。赴约？赴谁的约呀？当然是凶手的约呗。是啊。石小姐，空口无凭，你可有人佐证啊？此信乃是邀约之信，全当物证。而书信之人，正是程安伯。啊，程安伯是赴程安伯的约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等等，石小姐，你是说程安波写信约你前往，可他却并未现身？你为何不去？花花，这信不是我写的，我为何要去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信要是你写的，你就去了？啊？我石小姐，容我多问一句，这信上并无署名，你是如何断定此乃程安伯所写的信呢？因为小女子收藏了许多程安伯的墨宝，日日端详。别人的字迹或许认不出，可是伯爷的字迹，我是绝不会认错的。就是你写的。花花，书法之道你并不精通，不可武断。刘大人，你乃书法名家，可否一见究竟？伯爷，我刚才仔细瞧了，的确是啊。这绝不可能！伯爷，你既对我有情，又为何不敢宣之于众？非
裴贤身为女子尚且坦荡承认了，你却还要隐瞒吗？哎，你快说，听听是怎么回事？花花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此事与我没有关系，我绝不可能做出此事。长安伯，你欺骗我妹妹在先，想不到如今众目睽睽之下，还想再骗郡主。你住口！郡主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让她靠近你了。我是让你住口。我和伯爷的事情，不想让旁人再插手。哎，没有了！哎，再来一包，再来一包，快！